天主教台南教区受市府民政局邀请，在安平游艇酒店举办福团400活动，将原本拢在教会内面举办的弥撒刷来外口，嘛互外界会当对着天主教更加了解。非常的难得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南已经400年了，让一般市民朋友了解了天主教它优质化的宗教活动一个的性质啊。越多人走向这一条福的路，相信这股正能量会影响整个台南市。在这天有来自国内外各地知名主教，以是全市里的意念，共同替250多位领袖者做天主教的入门圣事。天主教的3大入门圣事就是监正、圣洗、初领圣体之外，主教还特别自掏腰包包了游艇，要让我们教友去搭乘游艇来欣赏安平港的美丽。不光只是府城，但是周边的我们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得到天主教的这个博爱的精神。在户外嘛安排表演camp玩游会，用多元的方式办理，让民众会当接近天主教，天主教嘛会当行入社区传送佳音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